30到45歲，87%嘅人都喺度裸泳，潮水退咗先至知。救護現場教識我一樣嘢：中年迷惘唔係你唔夠努力，係你手上面根本冇籌碼可以落注。救護現場有條鐵律：先止血，再縫合。中年都係一樣，後生嗰陣迷惘係因為個世界太大，選擇太多，嗰種迷惘裏面有光。但係中年嘅迷惘唔同，你經歷過風霜，見識過聚散，膊頭上面擔住老老少少嘅負擔，身上黐滿咗各種習性標籤。過去嘅選擇，當下嘅認知，將來嘅路全部拉埋一齊，就好似調色盤跌咗落洗衣機，你搏命加洗衣粉，最後只係得到一堆五顏六色嘅灰。望翻轉頭，做啱嘅事多數係運氣，做錯嘅你都認咗。頂咗咁多嘢，大多數人已經累到趴喺度，但又陷入唔捨得、放唔低、冇辦法改變嘅矛盾裏面。呢啲就好似沼澤，你越掙扎就沉得越深。如果呢個時候再發生啲咩大嘅人生變故，你好有可能就會一蹶不振，徹底沉落去嗰個又污糟又臭、暗無天日嘅沼澤深處。冇人拉你一把，下半世你好大機會就再都行唔翻出嚟。你唔係迷惘，你係手上面冇籌碼可以落注。真相就係咁簡單，由而家開始只係保留一個執念：賺錢。將無謂嘅愛好同證明自己嘅妄念掟咗落垃圾桶，唔好再玩虛嘅。錢可以帶俾你尊嚴、面子、圈子、生活水平，仲有社會同家庭裏面嘅地位。調翻轉頭講，大多數中年甚至老年嘅焦慮都係因為錢唔夠。社會變化得太快，長期目標可以暫時放埋一邊，專心睇實眼前嘅工作，做好手上面嘅每一件事。汗水又好，眼淚都好，撳落地下就係一個窿，所有努力都計數，然後學識孤獨，享受孤獨。所有關係都會隨住你嘅認知變化而變化，有啲跟唔上你認知提升嘅人同事，自然就會離你遠去。呢個係規律，殘酷但係唔會改變。真正可以陪你行完一生嘅，只有你自己一個人。如果人到中年仲需要喺其他人身上揾認同感，會因為其他人嘅睇法而消耗自己，只可以話你仲係個未長大嘅細路。錢係尊嚴嘅准入證，認知係自由嘅通關碼。就算你以前幾唔中意學習，都要開始讀啲有沉澱嘅書；就算以前幾唔中意社交，都要諗辦法識啲有結果嘅人。呢啲都係升級自己最快嘅方式。主動放棄舊圈子，將舊觀念掟咗落垃圾桶，學識獨立思考，徹底擺脫原生家庭嘅限制，仲要睇得明規律，盛極必衰，物極必反，所有好嘅壞嘅都會過去。如果你仲執着於一成不變，就注定俾呢個快速變化嘅世界拋棄，最終痛苦嘅就係你。所有達成都需要經歷艱難嘅低谷期，呢個係天道，係規律，係老天為經唔起磨難嘅普通人設定嘅關卡。由0到1最難，由1到無窮反而簡單。當你明白呢個規律，你就掌握咗人生遊戲嘅通關秘籍。忍得住寂寞，攞得出本事，先至可以翻盤。希望你成為目光如炬、精神蛻變嘅知情者，而唔係懈怠沉淪、自我內耗嘅聰明人。